中后里的高接来，拄着一波搁一波的旱害，结果率不良，农民是损失惨重。地方的代表到场来会勘，要争取天然灾害的现金的救助，帮农民渡难关。 农民机接尾的所在，本来应该发出来，即摆毋是汇率冷气，也无就是果子发袂大，全部拢是受到进前寒流的影响。小连续低温，互来啊水寒死，敢若后里栽水面积就超过40公顷，互农民很惨。拄着寒，伊就安尼救伊，啊你面顶你无持续送养分，包括水分啥，伊遐个花苞伊会死。农友讲，对着寒流来制暖，一大片的果子园来啊水活落来几率无到3成。对这件代志，民代即间嘛邀请相关单位来到现场会勘，希望当争取天然灾害现金救助。尽快的启动这个勘灾，让农民能够持续的去重新去做这样的一个嫁接。对了后里，亲像当时新社嘛面对同款的问题。 农业局嘛倒3共整理资料，以规定10公顷会当补助6万里，希望当替农民减轻损失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